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13，旧历的正月20，礼拜四。后来乡亲啊，这个流行感冒的预防车，你有去做未？若也未，上好爱去做。台湾即摆是流行感冒的高峰期，搁拄着武汉肺炎大爆发。专家讲，这两种的病毒有可能会同时来感染，所以上好爱去做流感的预防车，为家己加一定的保护。虽然武汉肺炎即摆也无社区感染，但是也是袂当大意，尤其是到4月清明节，可能阁有一波伫中国的台商会当来台湾拜祖先，这将会是后一波防疫的最重点。武汉肺炎拄着流感，谁人拢唔敢大意。一个无细致，两个病毒也阁有可能同时感染。上呼吸道病毒，像鼻病毒啦，像其他的冠状病毒啦，像副流感病毒、像腺病毒共存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会不会感染病毒，决定于你接触的人多少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指出，流感每当造成5趴到10趴的大人，20趴到30趴的儿童发病。流行期间，但讲每10个人就1个人感染流感，这呼吸道病毒南伫武汉肺炎的疫情内，危害民众健康嘛干扰疫情的风控。加上4月清明节再次出现回风潮，正做一波的防疫重点。除了中国回来台商，东南亚嘛要特别注意。东南亚其实有些国家已经社区流行了。只是他们的侦测呢，是不是有没有完全掌握到，这个很难讲，所以而且我们现在要走南向，所以东南亚进来的人也是要小心。目前各国专家对疫情的发展看法无同，中国偏向4月疫情会当随着天气回升减轻，世界卫生组织无看好，面对一波的防疫，第一线防疫人员依然是唔敢放松。